我嗰陣時我好落後，我自己本身都好落後，因為有人話我鄉下仔，我都仍然係鄉下仔。對於今日所取得嘅成績，佢係點樣評價自己嘅呢？如果今日國家冇收到我嚟學戲，嘥咗。佢第一次去香港演出，又遇上點樣嘅尷尬？我第一次香港，我仲要借人錢先入到香港，我冇一分錢攞。輾轉多個劇團，佢最唔捨得嘅係邊度呢？其實我走最辛苦嘅地方，我喺度成長，嗰批人同我一齊工作10年，其實我走開嘅時候，個個要喊。出道30年，佢又有點樣嘅感慨呢？我話如果唔係做呢一行，我真係唔會咁。梨園飄香，即將為你真情講述著名粵劇文武生黃偉坤嘅戲劇人生。黃偉坤，國家1級演員，著名粵劇文武生，畢業於廣東湛江戲劇學校舞台表演專業。自1985年以嚟，先後喺湛江粵劇團、佛山青年粵劇團、深圳粵劇團擔任文武生。佢唔單止長期接受京劇武打老師嘅指導，仲遠至瀋陽等地學習，練就咗文武兼備嘅過硬本領。佢嘅演出劇目有《從香蓮後傳》、《雙槍陸文龍》、《周瑜歸天》、《夢斷相思40年》、《南唐李後主》等。歡迎大家收睇今期嘅梨園飄香。你好，我係曉君。咁今期我哋節目請嚟嘅呢一位嘅嘉賓呢，係專門喺深圳過到嚟我哋嘅演播室嘅。咁佢呢，就係有師奶殺手之稱嘅著名粵劇文武生黃偉坤啊，坤哥啦。坤哥你好，係你好。首先，我真係好耐冇同你見面咯。有冇10年呢？有啦吧，應該唔經唔覺。我最早接觸你應該係喺96年嘅時候，你啱啱嚟到佛山，喺佛山青年粵劇團嘅時候，我都啱入呢一行，就同你做採訪，眨眼咁多年啦。係啦，我雖然我識咗你咁耐咧，但我有啲話題我都未問過你嘅啦。我即係睇資料，我先知道咧，原嚟咧即係你嗰個出身啊，即係你爸爸媽媽咧，其實唔係做呢一行，甚至咧連廣州話都唔識講。我自己都唔識講。我就覺得好奇怪，點解你連廣州話都唔識講，會走咗嚟做粵劇嘅咧？慢慢學，一個字一個字嚟學。嚇！我聽講你嗰時好似考嗰個有嗰個叫湛江，當時係叫做咩啊？湛江地區戲劇學校，因為當時仲未有地市合併。其實呢個學藝嗰個旅程，同埋呢個經驗又好，我介紹俾大家，會覺得如果今日國家冇收到我嚟學戲，嘥咗。即係我起碼我今日有好多觀眾啊，或者都認可我係成才啊嚇。我唔敢講我係好大嘅才，但係我已經可以講係成才。喂，但係你嗰時你考呢個學校嘅時候，你冇即係諗到有今時今日咁嘅成績㗎喎？因為我聽講你嗰時考4次先入到去喎，考1次唔得，第2次、第3次就第4次。所以我要介紹啲經驗俾大家知道係嘛？當時我入學校嘅時候考咗3次試，再考次當兵。咁啊考4次試啦。其實我唔認為我今日要做個咩藝術家嘅想象之中冇咁嘅概念。但係當時你喺鄉下嘅時候有得試考嘅話，你就想去考試啫。即係你想走出去？我又冇咁嘅感覺，一定要走出做乜嘢？但係人哋有招生我試下咧咁嘅感覺。但係我每做一樣嘢，我唔會話求其做，我一樣做，我會做咗一樣嘢，我努力去做。嗰時有冇諗過我第4次考唔到，我點算咁？或者我係咪繼續咧？因為我放棄啦咁。個機遇我每次都有好似有啲信息或者機遇俾我睇到，我就嘗試。其實我嗰陣時我好落後，我自己本身都好落後，因為有人話我鄉下仔，我都仍然係鄉下仔，因為乜都唔識。所以騎單車又好，去城市考試係咁去摸，即係咁撞過去嘅啫。因為嗰陣時我又唔識咩人，係有個信息，譬如咁人哋考試知道去考。
對於今日所取得嘅成績，佢係點樣評價自己嘅呢？如果今日國家冇收到我嚟學戲，嘥咗。面對名利，佢又係點樣嘅心態？我唔中意爬頭，即係講得唔好聽就唔中意爬頭。另外一個，我對啲名利啊，對嗰啲爭其他嘢，我唔係好感興趣。離開佢工作10年嘅湛江粵劇團，孔雀屏團長又有乜嘢反應呢？你當時離開湛江粵劇團嘅時候，阿雀姐有冇留過你？雀姐又留我又嬲我。梨園飄香正在為你真情講述著名粵劇文武生黃偉坤嘅戲劇人生。1980年，去齡已經20歲嘅黃偉坤堅持報考湛江戲劇學校。當時嘅佢係班上年齡最大嘅，亦都係最瘦嘅一個學生。4年嘅學藝生涯當中，佢唔單止喺練功房內揮灑汗水，亦都堅持喺夜晚嘅時候跑到球場唱歌，嚟改善佢嗰把啱開始唔係咁好嘅聲線。咁其實你嗰時考都算年紀比較偏大喎，你考到入去嗰時20歲噶咯喎，其實按照依家嚟講，20歲冇人要你嘅。係啊，劇校你20歲大，劇校一般喺12歲至13歲度係最好。嗱，嗰時如果20歲先入呢一行咧，我覺得可能最辛苦就練功。聽講你嗰時仲要好瘦嘅，全班最瘦嚟嘅喎。好瘦嚇，因為營養跟唔上，好瘦嚇。每日我哋我唔知依家啲學生點練功，我哋好認真練功。你嗰時點練功㗎？早上起身去練聲，練完之後再上咗堂課，再食早餐。早餐直落之後，中午食飯，2點幾又直落，到晚上。即係一日唔停喎。再自修到9點幾，實質每日都係成身汗成身水，嘅衣服基本係濕嘅，除非上咗2節文化課。一個人日日咁出汗，其實本嚟出汗係好嘅，鍛鍊身體好。你營養跟唔上嘅話，晚上我哋瞓覺就唔知點解抱張被喺度就係頭痛。我聽講你好似試過攬住張被喊。係，但係嗰陣時候咧就唔識叫做營養不良，因為營養跟唔上嘅話，一個人係透支。實際上已經係透支，體力透支。並且我哋瞓覺時候經常啲有動作，砰一聲個腳會踢起身嚟啊！手啊，經常因為成日練功喐啊嘛。你成20歲先學戲，你點樣學？點樣練關斗？跟斗其實喺我班裏邊，我嗰屆學生跟得最好係我。係啊，有好多細過你噶喎。我30幾歲嘅時候仲打跟斗，打跟斗之後咪跌嗰個腳嘅筋咪斷咗咯。係啊係啊。嚟到你佛山嘅時候，係啊，96年，到98年或者99年左右，先至傷咗腳嘅嘛。所以爆咗之後，今次我斷咗腳筋之後，10年前啦嚇。即係喺佛清嘅時候。係一開時候，醫生話：哇，你啲筋咧就好似掃把咁，一斷彈開嚟，就咁樣散晒。散晒之後咧，就睇散到邊度，我要慢慢幫你執翻嚟之後再綁。所以我嘅腳筋係粗咗好多。借故眼有山有空面，他彈了。如猛虎，他似豺狼，他都中意布下天羅和地網，他中意布成陷阱，如關呢黃銀氣難平，神飄蕩魂不定，怒如狂。
看誰能敵鵪鶉月，立舉銀槍來掃蕩風情。佢第一次去香港演出，又遇上點樣嘅尷尬？我第一次香港，我仲要借人錢先入到香港，我冇一分錢冇。離開佢工作10年嘅湛江粵劇團，孔雀屏團長又有乜嘢反應呢？你當時離開湛江粵劇團嘅時候，阿雀姐有冇鬧過你？雀姐又鬧我，又嬲我。輾轉多個劇團，佢最唔捨得嘅係邊度呢？其實我走最辛苦係湛江，我喺度成長，嗰批人同我一齊工作10年，其實我走開嘅時候，個個要喊。梨園飄香，稍後繼續為你真情講述著名粵劇文武生黃偉坤嘅戲劇人生。後，黃偉坤畢業分配去佢人生當中第一個劇團湛江粵劇團。喺嗰度，佢唔單止積累咗10幾年嘅舞台經驗，而且得到一位好老師、一班手足嘅幫助扶持。我記得你嗰時第一套戲咧，就係同阿孔雀屏老師阿雀姐就做呢個《秦香蓮後傳》啊。其實嗰時阿孔雀屏老師都已經好有名嘅一個花旦咧。你啱啱初出道咧，同阿雀姐拍檔，會唔會心理壓力都好大咧？咁唔會，因為我哋慣咗係團長喺我身邊，大家都係一齊工作，冇乜好大嘅感覺。但係佢做媽角色嘛。咁其實你覺得你自己即係喺阿雀姐嘅呢一個培養底下咧，其實你覺得受佢嘅影響係咪最大咧？當然有團長培養係對我呢個藝術成長過程係好大嘅幫助。係。每個團又好，我從佢身上我應該學到佢呢點。作為個團長，愛護下邊啲演員，一定愛護。培養個好演員，並且係一定成才嘅更難。多啲愛護佢，哪怕病痛又好，我哋以後做任何嘅領導。其實我哋有病，劇團就會或者係開車啊，帶你去睇病啊。一定去揾醫生啊！呢點孔團長呢點做得好。點解我講我從佢身上我學到啲嘢呢？一個演員成長好艱難。隨時年輕嘅演員會有病痛啊，或者喉嚨痛啊、失聲或者小結啊，乜嘢事都會發生。嗱，咁講翻呢，即係喺湛江粵劇團咧，你唔經唔覺一做咗10年喎。咁其實喺湛江粵劇團呢10年裏邊呢，就你好有感情嘅，應該講係。喺湛江10年，其實係我個最好鍛鍊嘅時間，最好嘅。因為點解我話最好呢？喺我出嚟成長過程，喺湛江呢10年，等於我比你一般人演多10年嘅戲。點解咁講呢？演出場次多嘛。係。譬如講，一般人已經演100場嚇，我喺湛江可以演200場。如果我10年計呢，我等於多你10年，嗰個鍛鍊嘅機會多，喺舞台實踐個經驗多，所以成長過程你會睇到我係突然間會有一個變出一個人。
你喺嗰10年裏邊做咗都好多戲啊，大家都好熟悉嘅，包括《雙槍陸文龍》。你就算過到嚟廣州參加羊城國際粵劇節，阿女姐睇到都話：哇，好嘢喎！呢個陸文龍嚇，仲做咗啱出嚟啫。嗰時啱出嚟，仲有周瑜啊，即係之類呢啲嘅角色嚇。但係即係你喺湛江呢10年時間之後，跟住突然間有一個機遇俾你過塘。嗰時佛山呢邊呢，就聽講要重金。就請你過嚟嘅，你嗰時會唔會有一個思想矛盾啊？到底我離開培養咗我10年嘅呢個團呢，抑或係我放棄？你嗰時你係點樣諗嘅呢？其實每個地方時間長都有一定嘅原因先至會選擇或者會走。係，其實我走最辛苦係湛江，我喺度成長，我批人同我一齊工作10年，其實我走開嘅時候，個個要喊，攬住我要喊。我翻到去同佢哋一齊都，佢哋都會喊嘅，永遠都記得話坤哥係攬住我喊嘅，係好唔捨得。但係嗰時點解你咁忍心抌低陪咗你10年嘅呢一班兄弟而選擇離開？有時啲環境會複雜咗，個人會，所以有一定嘅時間會覺得係有啲應該要變化，嗰個叫做命運。即係冥冥中整定咗。係。其實我想走嘅時候係，我學人哋抽籤。抽嗰支籤，點樣抽籤法？即係話有啲人啊，我試去抽支籤先啦。有啲人試係咁嚇，我試下。佢話雨亦未風，臨時抱佛腳。平時唔燒香，臨時急時抱佛腳，好鬼準嘅。咁呢支籤俾咗你咁嘅提示先，當時係好明顯，即係話你唔走得。咁但係你唔走得，點解你仲係要走？唔走得即係話。你再過1年2年啦，一抽得即刻好順就走。你當時離開湛江粵劇團嘅時候，阿雀姐有冇留過你咧？雀姐又留我又嬲我，嬲你？因為點解咧？佢培養個最好嘅人才，佢唔想你走嚇。嬲我就因為我羽翼豐咗，想走嬲我，係咪？嗰時有冇搞到好唔愉快？其實有或者有少少啦，呢啲唔緊要，過去嘅事係咪先？我哋畢竟仲喺度成長，好有感情。但係其實有時擰翻轉頭再睇翻呢一個選擇，你覺得你自己有冇選對呢？應該一個人嘅選擇唔會話錯，個人成長自不然係要走動。譬如咁，我以前香港都唔知喺邊度啊。我第一次香港，我仲要借人錢先入到香港嘅，我冇1分錢冇嘅，並且我喺火車上肚餓都冇錢食飯嘅，我敢入香港嘅。但係我唔知，總之團隊去我都係要去，係咪？我冇錢食飯又唔敢出聲嘅，咁變成依家我成日都喺香港，個感覺都當然同以前唔同，但係我覺得我原來係依家係日日喺香港，當時我嚟一次香港點會咁艱難，係咪？都係要變嘅人，最主要就係要越變越好。希望好，希望係咁。半醒半睡，情深難放，心底仍要桂花樹旁。當日同種奇別並頭花，今朝得見善應。我喜若狂，把桂花探問了機，心衝一往月下尋路徑，偷偷往。桂香樹閒步離，深宵知誰上到此桂樹旁。相月。相月，子才哥，二媽媽，你因何到此呢？相月會啊，只為惜花寂寞，更愛月啊情長。每日一別經年，可有把哥哥相望啊？
舊情漸歸解虛妄，你憂掛淚彷徨，你來飛仙待郎心送你手上，彼此結同心，地老天荒，真情可傲說傷。輾轉多個劇團，佢最唔捨得嘅係邊度呢？其實我走最辛苦嘅站崗，我喺度成長，我批人同我一齊工作10年，其實我走開嘅時候，個個要喊。佢第一次去香港演出，又遇上點樣嘅尷尬？我第一次香港，我仲要借人錢先入嚟香港，我冇一分錢冇。出道30年，佢又有點樣嘅感慨呢？我話如果唔係做呢一行，我真係唔會咁。梨園飄香正在為你真情講述著名粵劇文武生黃偉坤嘅戲劇人生。喺湛江團工作嘅10多年期間，佢先後演出《秦香蓮後傳》、雙槍陸文龍、周瑜歸天。黃偉坤唔單止受到海內外觀眾嘅關注，亦都得到省內外劇團嘅認可。1996年，佛山青年粵劇團更加係以當時嘅高價10萬蚊請嚟黃偉坤擔綱劇團文武生。喺佛山青年粵劇團嘅6年，黃偉坤喺舞台上嘅演藝水平亦都得到咗提高。當時我覺得其實佛山願意出10萬蚊請你過嚟都好大成本啊！即係當時可能我哋佛山呢邊啲人嘅感覺就哇，10萬蚊請一個人過嚟，因為嗰時候佛山青年粵劇團咧係阿鵬哥嗰個身體嘅健康狀況影響咗，就冇辦法落到團啦，所以就請你過嚟同阿淑勤拍檔。你嗰時喺佛青6年啦，同阿勤都拍檔咗有好多套戲，嗰幾套戲你都好中意嘅喎，咩洛神啊、夢斷香消40年啊。好多戲，包括趙子龍吹龜，係啦，好多，仲有好多。其實我真係一個好演員。我去到邊度呢個團係有希望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仲係好多觀眾最緊要你睇戲。係你睇戲嘅話就好快認識啊！呢個叫黃偉坤啊，幾好啊，都中意睇啊，係咁嘅感覺嚇。我去咗佛山，其實鵬哥走咗之後3年。佛山係停頓嘅，我去到之後，每年演120、140、186場都有，係發展緊，好好。我嗰時我一定係要走，如果環境複雜我就要走。其實早幾年我都未開竅，我同我朋友依家都個個都係咁講。其實我依家先開始識得叫做點做人，開竅咗，係咪？個男人可能成熟得慢，所以佢思維裏邊啊，哪怕言表之中啊，我都覺得係依家先至稍微悟到啲嘢。會唔會有時同你個人嗰個個性？我個性比較，我唔係話我唔中意太出面啊。我乜嘢都好，我唔中意爬頭啊。即係講得唔好聽就唔中意爬頭。另外一個我對啲名利啊，對嗰啲爭其他嘢，我唔係好感興趣，我好隨緣。隨緣咧就好自然。你得乜嘢其實得與唔得乜嘢，我嘅人到嗰度，自不然有一個感覺。譬如咁，人哋話喂，啱啱報咗去美國，你又唔去，你又走咗，我話我有朝人自不然會到。其實喺佛青嘅呢6年時間裏邊咧，你嗰啲戲咧，其實大家都好中意、好欣賞嘅。包括你做夢斷香消40年咧，連阿羅家寶阿蝦叔睇完都話：你真係做得唔錯嚇！特別再進審完嘅嗰段戲，而且你喺嗰個期間亦都做咗一啲反串嘅角色啦，比如情俠鬧船工啦，我仲好深印象。你一個好靚嘅花旦嘅妝出嚟，俾我哋一種好驚豔嗰個感覺。其實回顧翻呢6年咧，你覺得你當中都應該有好多好開心嘅嘢㗎，係嘛？早期會開心啲。早期會好開心。早期去或者環境清靜嘅時候，有心搞啲藝術啊，大家仲係有一種感覺。
當然佛山度係俾我亦有個藝術嘅台階之中，我又上咗一步。我可以咁講，夢斷香消。人哋點我做夢斷香消嘅時候，我都唔知呢個戲係乜嘢戲，唔知，因為我接觸少。從年輕演到老嘅時候，我冇乜感覺。但係依家可以講夢斷香消。蝦哥同好多朋友都咁講啊，夢斷香消阿坤演得真係好。但係我就感覺之中，我演呢個戲，我覺得最舒服。從我演到青年到老之後，嗰種感覺，我越演我越中意演。其實講翻喺佛青嘅嗰段時間啦，你同阿淑勤都搭檔做咗好多好戲啦。咁我哋嗰時嗰種感覺就覺得你同阿淑勤兩個喺舞台上邊嗰個配搭啊，好鬼襯，即係一種金童玉女嚇，靚仔靚女嘅一種嘅感覺。呢啲勝過去，因為點解咧？其實舞上我哋欣賞藝術角度嚟講，都係要喜歡靚仔靚女好。係目前我好坦白。邊個大花旦啊？乜？其實我都話一句話，太老啦。點解咁講咧？我哋欣賞藝術作品係一定要以美嘅角度要求，係咪先？美之中俾人哋覺得真係內心裏邊係好覺得啊，真係呢個藝術好美。我哋唔係話睇呢個人老咗就，你話叫我講你美，好難講得出聲你美。將最靚嘅嗰面俾觀眾。當然我哋唔知究竟乜嘢為之最靚，但係我哋要求起碼要靚，以靚咁嘅要求去做，所以俾人哋啊，哇呢套衣服好靚啊，今日化妝好靚啊，哇個頭飾好靚。當然你人唔包裝靚啲，自己醜樣啲就更醜啦，係咪先？唐園表妹。斜陽華國安，詩場愁滿載。心如悲phục舊前台，紅酥手黃藤走。淚濕交詩人可在，桃花落閒池，結局依然春去又春來。夢短，香消屈指算，來40再愛，青青楊柳換新裝，我也兩鬢星星如雪蓋。面對名利，佢又係點樣嘅心態？
我唔中意爬頭，即係講得唔好聽就唔中意爬頭。另外一個我對啲名利啊，對嗰啲爭其他嘢，我唔係好感興趣。出道30年，佢又有點樣嘅感慨呢？誰料一腳皮叉，聲名喪，又誰料3分失敗，再揸場，殺得我氣甲雕盔，身望，殺得我3人匹馬恨茫茫，這一邊到去排山千軍壯，那夜邊刀光劍影。萬馬從一邊上，又聽得馬鈴。咁啊，今日咧好多謝阿坤哥，即係同我哋分享咗你咁多年嚟嘅一啲心路歷程啦，嚇！咁我亦都即係祝你喺呢一個粵劇界方面呢條路能夠繼續越走越闊嚇，包括你搞嘅一個演藝公司，你準備要成立嘅劇團，將嚟我哋可以喺更多嘅演出當中見到你哋策劃嘅活動啦。會嚟廣州量下相。幾時呢？計劃睇年尾啦，睇年尾。好啦，我哋期待啦嚇！我相信所有戲迷都會期待嘅，坤哥。廣州應該好多觀眾睇戲。亦都要多啲嚟廣州，俾佢哋唔好把我忘記咗。有時間翻下嚟佛山。OK， 好唔好啊？OK 嚇，咁我喺度好多謝坤哥你先，多謝晒嚇。咁啊，亦都咧好多謝咧我哋電視機旁邊嘅觀眾收睇呢一期嘅《梨園飄香》啦。我哋下期節目時間再見咯。拜拜。